歡迎收睇購買及使用 SmartSafe 保險箱流程。首先可以到應用程式商店下載 SmartSafe App， 裏面都會有清楚嘅指示。購買嘅時候選擇你喜歡嘅保險箱尺寸、保險箱嘅箱號，仲有唔同嘅優惠。之後可以揀喺網上付款，或者嚟到門市付款。第一次嘅話，可以喺 App 上面預約返時間，記得帶埋身份證同3個月內有效地址證明去 SmartSafe 提交文件進行身份核實。系統會生成你嘅 QR Code， 去到就唔使等啦。嚟到現場，職員會 scan 客人嘅 QR Code， 經理就會同客人核實身份同簽署相關文件。之後就會收到專屬會員嘅保險卡同埋2把鎖匙，再錄埋指紋。職員亦會帶我哋體驗一次流程。首先刷卡進入房間，然後插卡開始使用，輸入你預設嘅密碼。你嘅保險箱好快就會送到你嘅台面上，用鎖匙打開你嘅保險箱就可以存取你嘅物品㗎喇。當你存取完之後，鎖返個箱。不過記得喎，如果唔記得掹鎖匙，個箱係送唔走㗎。拎埋張卡，拎齊自己嘅個人物品就可以離開房間啦。今次第一次體驗全自動保險箱，呢個體驗可以話係非常獨特同埋方便。呢條片帶大家了解多啲 SmartSafe 啦。首先同傳統銀行保險箱有咩唔同？呢度我幫大家整理咗資料啦。SmartSafe 有住喺營業時間、申請程序、保安技術、私隱度、保險保障、會員制度方面嘅優勢。喺公司集團背景方面， SmartSafe 嘅營運方係由超過40年歷史經驗嘅康年警衛有限公司所營運，並且獲得多項權威認證。專業嘅安保人員24小時值班，亦會有24小時嘅線上控制台，隨時遇到突發情況都可以隨時協助。康年現時嘅人員規模超過2000人，服務範圍亦都遍佈全港各大屋苑、政府機構、學校、商業大廈等。SmartSafe 亦有2個嘅合作方，第一個係擁有70多年嘅順興集團。順興集團憑住喺專業嘅成就，為 SmartSafe 把關維護嘅重要一環。第二個合作方係今次 SmartSafe 全港獨家引進，擁有8年歷史品牌 KUMAHIRA。KUMAHIRA 喺日本成為安全產業嘅領導翹楚，有80%以上嘅金融、醫院、企業機構都使用緊呢一套嘅安保產品系統。KUMAHIRA 亦堅守安全、安心承諾、高標準、高精準度，即使對住複雜嘅內部結構，把關都不容超過0.1毫米。喺呢127年裏面，從來都冇發生過任何失事嘅事件。喺安全性方面，我哋致力將客人嘅財產私隱放喺首位。客人一經租賃，保險箱卡同2條保險箱鎖匙，全部都會交俾客人保管。營運方係唔會有任何途徑開啟到你嘅專屬保險箱㗎，亦都係因為咁，如果保險箱鎖匙遺失咗，都需要作箱處理。過程亦都以保障客人嘅財產為重，作箱過程需要有公證人或者律師在場公證。SmartSafe 嘅店鋪亦都係企業自家所擁有，可以避免店鋪因為需要搬遷而造成嘅意外損失。SmartSafe 嘅保險庫採用最高級別嘅安全系統，採用 KUMAHIRA 獨家嘅物料技術，耐火耐水，裡面都係恒溫恒濕，即使面對住工具硬性破壞連續2小時，都只係輕微破壞。喺防盜性方面，
設有防破壞設計，抵抗暴力破解，承受相當約350毫米嘅混凝土同等嘅強度。耐火性方面，保障發生火災時2小時不受損。防水性方面，防止保險箱內被水浸高達0.4米，有效對應極端天氣，15日內都唔入水。保險箱最下層亦設置保護高度，即使係位於最下層嘅保險箱都可以有效防止浸水，有效對應極端天氣。普遍傳統保險箱服務未有提供任何保險保障，客人都需要自己揾相熟嘅保險經紀另外購買。蘇黎世獨家為 SmartSafe 全自動保險箱擔保，最高可以增大投保額至20萬港元。蘇黎世為 SmartSafe 進行擔保，亦都係對企業同埋經營者嘅高標準評估同埋審查。操作方面，大家都可以好簡單完成存取。SmartSafe 職員都會非常用心教導客人使用。有任何需要協助，都可以打房間內嘅內線電話聯絡職員。最後就係突發情況，例如停電，SmartSafe 都有備用嘅電源，可以確保維持系統嘅安全，同時亦唔影響客人嚟存取物品。職員亦會好快到現場解決突發狀況。歡迎你親臨感受 SmartSafe。